毋是阮表妹婿，安尼伫遮？对啊，伊即摆吼应该伫咧厝里吼陪恁表妹发生代志才对啊。对啦，两个人我发生代志，这讲什么笑话？无，小刘啊，小刘，小刘啊，小刘啊，你若无咧厝的，直接连我水帮忙啦哈。对啊，小刘。我小妹，救人啊！我别打我，你就是阿弥陀佛，救！哎呦，啦，买啦，哎呦，金太，金太真正伫身躯顶，这个是这个高人物吼通奸的证据啦。我。小刘，你到底是走去倒位？为什么真村的人拢讲你无出钱？你到底是走去倒？小刘，你到底是走去倒？小刘。你重要，你破坏我今日你的命。小刘，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小刘，哼，我当然嘛知影，你偌希望我当发生代志。小刘，算了，你一个人见笑的查某，像你这款这下贱查某，念规个死死的啦，枉费我翁小龙一片真情，真心真意对待你，想袂到你竟然。小刘，你是安怎？咱结婚到即摆，你从来都不甲拍过，我是做着什么代志吼？做唔着什么代志？你到即摆还面红问我，你家己看，这什么物件？金车，我拍过的金车，谁来伫遮？你问了真好，为什么咱伫我身躯？你听清楚，这个金车是我对你功夫手顶摕回来的。小刘，你是咧讲什么啊？我讲你疏通着你的表兄志明啊！你莫黑白讲的，你会知影黑白讲的是害死人的啊！我黑白讲，你若无白乱来，为什么伊金体会落伫迄表兄手内呢？无可能，我真正唔知影谁来从表兄手内，你爱相信我真正无做啥物。几敢要相信你？金车拍无去，你安尼完全无要无去。原来你是将咱定情的金车送予你的表兄，你生做袂见笑呢？你爱相信我，迄个金车是干咧都要碰见的，我无送有什么表兄，我真正无啊！玉花，你到即摆搁咧低痴，无怪迄一暝你遐尼晚较长啊！原来你是将咱定情的金车送予你的表兄，你骚到袂见笑。你原谅我真正无，我讲表兄真正无啥物啊！我才讲，阮表兄拢已经出家啊！出家，玉花，你嘛真后白故事，我恨你，你为什么要反背我？你为什么要反背我？我无啊，相公，我真正无做啥物对不起你的代志啊！你有对不起我，无对不起我，你向官府讲，我跟你讲，你咧干府即摆就互关伫大牢内面啊！表兄是安怎？你敢知影？伊为着恁的感情甲我斗拍，你敢知影？伊甚至要杀我袂巧。看来你这个表兄的身份是大有问题。无，相公，你听我讲啦。我来听，你要走啊？相公，你们从啥？你们从啥？我要收掉你。你竟然下流书！你会走？从今以后，男婚妇各不相干。你会走啊？
走。小狗，走。记得你安尼讲，安尼，我嘛敢若死路一条。好，我最后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带我去这支标遐一面，咱当面甲问甲话讲清楚，好不好？我袂听，我袂听，你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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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袂搁看到你。小刘，小刘，我拜托你，小刘，小刘，拜托你听我讲，我真想无做这么紧的代志，小刘，你为什么不爱相信我？小刘，我拜托你，我真想无做这么代志。上讲歹地看，我条讲什么意思？我啥意思？对，你不应该玩我，对我来是。得罪就会倒在因为我也知道来，我给你，就是你的姐，是谁的姐？就是这张，将你要的好看。就是，我给你，我玉华，玉华，玉华！我对我来玉华，玉华。啊，是你？回想我也是万来一卡步，我毋是千交代万交代，叫你两个翁仔某唔通冤家，忍一时之气，抵百年之身，你就是讲袂听。师父，你唔知啊？你唔知我内心的痛苦，你嘛唔知我遭遇到什么代志。洪大夫啊，你误会了，你夫人的表兄，也就是回想我的师兄。回想，那呢？师父你咧？阿弥陀佛，令阮是道者。什么？你圣经话佛，弟子有所不知，请原谅。哎，洪大夫，你是我的恩人，不可如此。既然圣经知一切，那请圣经明示，我的娘囝玉华，玉华是毋是做对不起我的代志？洪大夫啊，你唔通乌白想啊！这其中全部拢是咧乌龙者咧兴风作浪。其实啊，你的夫人啊是一个品德袂歹的查某人，你错怪伊咯。哈？按下讲，唔对我误会伊。我怨到心内遐重，我甚至佮将伊赶走。啥物啊？赶走？哎呀呀！嘿，我就是讲，伊人咧房间仔底咧哭到细声，甲会甜煮煮，啥会知你甲赶走？啊你，哎呀，赶紧来找啦！嘿，啊唔着赶紧，你戆死我！我的事情这么多，你慢慢吹息。玉华，玉，啊，死一个，混一个，唉，好啦，回心我就替恁来解决。老玉华，
魂倒转来。我着较好咧，鬼差大哥啊！大哥，上哥是兄弟。毋是，我是兄长，鬼差大爷。第个参照一句人讲的话。啊，你吼，你实在是真古锥啦。这个个参照一句人讲的话。鬼差大哥啊，这老玉华是被人，毋是，是去互一只野狼精害死的呢，所以讲。所以，伊人已经死了，对无？对。这就是伊的寿命该终了。毋是啦，伊是去互吊死的，所以讲这寿命应该无遮尔短啊对啦。哦，是自杀。是。那呢，更加不可原谅。啊？世间上有一句话，狗也嘛爱治性命，何况是人呢？人就是折戆啊，往往为着小可代志，较袂着爱以死来解脱。对啦，你讲的吼完全拢有道理啦。咱就等你魂倒转来再来讨论啦。转来，袂转来咯。啊？袂转来？为什么啊？若是被害死，就是屈死。分票还袂到地府报道，所以寿命也袂尽，还阁有机会贪欢阳。若在自杀的，就是家己找死。这若死，就要有鬼车压到枉死城中，无法度倒转来。何况伊这是交替，交替就是阮死咯。鬼差大爷，你请参详一下嘛。无什么好参详。阿弥陀佛，你拍怎啊？回信啊！我劝你去来关人家厝。地府内对自杀是上反感，来情多山落油鼎。我带念你修行也袂歹，所以这摆无想要甲你计较。鬼差大爷，哟呼！你真正走啊少啊！我咧恁祖公咧，你敢欺人回心我跟你讲，我是恁蔡祖公咧，你讲的吼嘛是有道理啦。这鬼府内底嘛是有伊的戒条啊，我袂当甲你破坏。嘿，这就是恁两个人命啦，无代无一个死了一个，分了一个啦。嘿，我看我就先甲恁拖转来，再搁讲。嘿。玉华，你哪遐灵讲？你哪要做这个讲代志？玉华，你哪要做这个讲代志？王大夫啊，人是不能复生，你就节哀哈。我前世我禽兽，我天高不如，是我还是玉华？玉华！哎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王大夫的家后玉华掉头自尽啊！自尽？哪会安尼呢？哪会安尼？毋是因为你迄好师兄。是师兄？啥会想？你毋是神通广大，你干嘛紧去救玉华咧？神通广大，别灵啊！神我是真熬通啊，毋过这是地府的代志呢，我想要通都通袂过咧。听讲玉华即马已经送去王死城咯。圣经，即摆一切我拢了解。我误会着表兄，我先来将表兄报出来，请恁替我办玉华的后事。了后，换你自尽，换你缀伊去，是毋是哈？
洪大夫啊，你千万唔通安尼想啊！就算你想要缀伊去，嘛无伫卡，你会当甲伊见面啊！你爱知影，即马上重要，着赶紧甲阮师兄报出来，上起码安尼，佫会当安慰元玲啊！白玲，安那遮就麻烦你咯。洪大夫。耀华，耀华，白玲顶袂受你伤救，我感觉咱是一见如故，我都也无机会来报恩，想袂到，你都离开这个世间啊！讲起来拢是我唔对啦。我若莫甲孙仔讲，伊嘛找袂到你。啊，毋过我白玲，以后是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好，准讲啊，牺牲着我的性命，我嘛爱来王先生行一逝。